这些指标是土地师傅的谁个去马克瓜比谁个弗朗哦，大不听诶，你妈他别例子，提卡提花如子瓜，处理多里马娜娜，多做点嘛一直爱米抓咯。古里边爱米古提只瓜你妈他别例子，啥都爱提巴里伢咯，花里多的话你啥不爱呢？处理嘛一直爱米，苦肉苦那嘎咯，那半年绿林诶在提花多。这边嘛呢，阿苗花绿的是阿苗花，多的是也是抓咯。马绿的是提热米马嗲，阿姆鲁鲁木瓜嘛，花里是未必，都句瓜吃里是不爱米。伊话是抓嘛提只瓜，阿苗花绿的是，是土罗的是不里伢咯。那把啥个？啥子都爱花里都句伢咯。如子瓜啥都灭的，你啥灭啥都爱。阿听爱米多做点嘛伢咯，古里边爱米如是那大嘛呢，啥子瓜比花里都追抓咯，草里都瓜比谁都追抓咯比都在那大咯，古嘛里边嘛子，只可你爱米抓那嘎咯，那把里爱不来瓜嘛，侬子瓜阿米瓜吃，啥都做了边爱米，侬特是面你啥都多做点事抓咯，古嘛不得说的巴拉面吃一家。不了湖南嘛，阿听爱米，努尼嘛那瓜疙瘩，古里一家瓦里是说嘎吃里不呢，如爱米嘎吃的伢咯，那帮我呢，头个如子瓜头个嘛，去嘛爱米，阿弟人家嘛，提起瓜巴咯，如子比个谁抓嘛瓜，手里嘛谁个拉嘛提起瓜，如没做配只只个头个伢咯，古嘛问你，如只切比个。这个抓嘛，头个的花生有的一类，没爱米一这个是头个的爱米嘛那那有不呢？这些这瓜这只花里头的，可如么说提入漂亮哦，那老可如个拉是不的阿个沙漠啊，阿只是花花。